再来看宜兰县大溪乡无党籍的乡民代表张景庭，写投资马警搁协助来应付警察临检哦，嘛防伊贪污罪受压禁见咯。大溪乡民代表会17号检调所属，因为乡民代表张景庭涉嫌投资大溪以饭店为暗号经营的非法应调站，搁按过收分红协助应调站所投人为应付临检。代表有人来吗？没有。其他乡民代表对代表会方所属表示唔知影，这件贪污案是一名被标为村的外籍女子罗网红收容，但在警方的时不定前起每啊由网红代表主动向检调求助。检方指挥新北市调处侦办，除了代表会，也到县长代表服务处所属。服务处早起大门锁起来，检调查出非法应调站姓陈加姓杨的负责人，透过县长查某人联系到县长乡民代表，以逐个月分红的方式寻求协助。张景庭的尽职代表期间当中收8万分红。因为法官在讯问后呢，认为检察官的申请为有理由哈，那以被告有勾串共犯证人，还有这个逃亡之余呢，予之收押，并禁止接见通信。专案县长代表申请缓刑，也毋过收偌济分红，也爱赔清。检方以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法院10日早起开羁押庭，认定县长代表有勾串共犯证人的过虑，加上所涉犯是上重本刑10年以上的罪，有逃亡的过虑，所以裁定准押。检方也无排除继续扩大侦办，确认感受其他的人员涉及不法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